Hello，歡迎大家嚟到 Dinner Tarot 10月份水瓶座嘅感情占卜。如果你需要一個針對翻你個人同埋詳盡啲嘅占卜，可以透過左上角嘅聯絡方法同我預約做個占卜嘅。咁我而家就開始講下水瓶座10月份嘅感情運勢會係點樣啦。有啲水瓶座今個月有好多桃花嘅機會，好容易會識到新對象。你亦都會覺得自己有好多嘅選擇，你可能會同時同幾個對象一齊發展，但係要特別小心，你要清楚知道自己想要嘅係乜嘢。因為如果你處理得唔好，例如係俾其中一個對象知道你有同其他人發展呢，咁情況就會好麻煩，隨時就好似手榴彈咁樣會爆炸，帶嚟一啲不必要嘅衝突同埋後果啊！另外有啲水瓶座，我見到你心入面仲係未可以放低一個曾經拍過拖或者係發展過嘅對象。雖然而家你哋雙方都好可能有一個穩定嘅另一半，但係你內心深處都仲係好掛住對方，會忍唔住偷偷地觀察佢嘅近況。咁但係要提醒你啦，如果你成日將焦點放喺已經過去咗嘅人同埋失去咗嘅嘢上面，咁你只係會停留咗喺遺憾同埋失落入面，反而睇唔到你而家眼前擁有嘅幸福啊！咁到最後，有啲水瓶座雖然內心一直都好渴望有一段好穩定同埋長遠嘅關係，但係感情嘅路就硬係唔係太順利，好似不斷重複緊某一種嘅模式咁樣。呢啲經歷其實唔係冇意義，其實係要你去到反思你自己面對感情嘅時候，會唔會不斷重複犯同樣嘅錯誤呢？今個月你係會有一個機會，可能會遇到一個有條件同你發展穩定關係嘅對象，但係呢段關係可唔可以開花結果，就要睇下你有冇勇氣正視同埋打破以前嘅習慣啦。水瓶座嘅占卜就去到呢度啦，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